甲骨释文第17集，真、两、三、四，另一个读音1、2、3、4，哪会讲遮尔简单呢？是伫这集来讲我认为的文音、白音。什么是文音？简化来讲，现代中文就是台语的文音。为何安尼讲？唐朝到宋朝有编韵册，共这个时间对应的朝代金朝。只简单讲哦，差不多是岳飞的年代。北方金朝的人袂晓讲岳飞讲的话啊，就以韵册为标准，创造简化的汉语，方便学习。这就是现代中文的前身。真简单，中文就挖韵册音。如果是无走音的话啦，因为金朝就帮咱整理过啊，所以若要用文音读古文，就差不多照中文的读法，勇敢读出来，就要挖，应该就是遮尔简单，应该就袂输汉语朴素啦。欢迎你试看卖，无朗读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。当作回家功课。若是要读出有台语开口的古文，毋是汉语朴素迄款台语发音的中文哦，有一个方法读出适当的白音。什么是白音？当然，甲骨先生教的是正统。20年前，我完全毋知什么是文音、白音的时，用的一个偷食步，你参考看卖。即句话若是要读互毋捌字的人听，譬如阮阿爸，安怎读伊才听较有呢？就先甲安尼的读音偷食步当作是白音。这是我用的小方法。出师表的这字戇当作我来读，甲骨先生有教过。另外，金刚经定有即类的诗句，如来有慧眼无？安尼读免解说，阮阿爸一定听有，应该嘛无曲解世尊的意思，是无？我即个偷食步有好用无？搁整理一下，文音就是韵册音，白音呢？白音就是甲骨文的母语，就是闽南语。上古汉语自周朝兄弟分家，发展出两个系统，所以较正确的讲法是，文音是周朝的读音，是文化的主流。但是如何发音的史料较少，只好简省讲是韵册音。白音就是商朝的语言，毋是文化的主流，主要是参考台语大音典。若是有做台语的节目，讲一寡奇奇怪怪的大声话，真简单判断是毋是在乱转，看有超出这两个范围无？若无，是毋是拢是假传的呢？文音较好找，就去韵册找，所以有时我会简省跳过，无讲。闽南语发音的白音应该用倒一字？甲骨释文做到准，咱有讲出真侪字，如何用正经音切出每一字的白音？是有原因的，毋是像教育部无厘头的乱用字，是有文化深度的。正确的使用白音，写出适当的文字，如何体现兄弟分家的长套系统，是这集要讲的重点。不得已比对像教育部乱斗的用字，加深学习的印象，如此而已。这集会来简单举例文音、白音的用字状况。一开始以1这字为例，文音1。白音1，文音、白音无共音，有需要因为无共音去找出另一字来斗无？免啦，大家公认这字不管安怎读，拢写共这字就好，因为意思完全对，大家拢认同，袂有任何误会，这算上简单。
但也是上困难。如何困难呢？来看即个文音读美，白音读水，有简单无？有，非常简单，因为台湾人拢认同安尼意思。有困难无？有，只是因为无人安尼教过，所以感觉困难。教国释文第2集有介绍过，花随落来时上水，所以即个读水。文音、白音无共音，但是写共一字，这是第一例。教育部硬要无共音，写无共字，写即个水。我嘛毋知即个是啥，查字典是讲咱妇人也。你用倒一字呢？写倒一字，人会学落讲，哦，文章写得真水。写倒一字，全世界看汉字的人袂误会。天就是天，意思袂有任何误会，所以无共音写共一字，无人有意见。孔子的孔，白音空，空洞共字连词，有空无笋，有乌一个空，煞无相对应的笋头，无彩工啦，也是无法度斗做伙。落地仔空空，无半仙钱嘛。无就是空咯，裤底破一空，裤底一个洞，甲裤底无去，有真歹理解吗？有人真不满啦，问我讲你累了吗？教育部研究台语文的学者是错误的，我想伊误会啊，我的意思毋是错误，是智障，好无？这两字空，因袂晓分。可怜的对教育部学语的迄群人，安定的定，白音定，教育部安尼教，因教讲定定就是常常，定定讲台语就写做定定讲台语，教育部安尼教会误会无？误会大咯，这不讲也罢。这个标题。做台语节目的老师用的考前猜题啦，定考一定会考的意思，我有误会无？确实误会呢，人是照教育部啦，写定考意思是常考啦，莫啦，莫安尼教小朋友啦，拜托。我定定讲台语，安尼写会误会无？一定误会嘛，若换做安尼写呢？即字读常是文音，白音就读定。我定定讲台语，安尼写会误会无？可能袂惯势啦。来比对一下，即字文音读常，白音读长，安尼比对，常常读做定定，是毋是就真自然啊？当然，这是记字的方法例语。甲国释文有完整的情境音的说明，伫遮先无详细讲。顺续讲，甲听到的声音记伫心内，就即字字。教育部会教你记字，记伫手，无咧记伫心哦。读音嘛怪怪，有注意到无？我无定在讲台语，安尼写会误会无？简单的学习变真自然，是吧？即句阁会使读做我无啥在讲台语，嘛会使读做我无啥在讲台语，袂习惯吗？即集有看到，较赢得到头奖。即个三安尼读非常有道理，因为常的本意就是三，将近将伊共意思，敢毋是？安尼讲嘛无啥，反正嘛听无啥有，无啥是没什么，无啥就是无啥正常，就是不太正常。毋是我要找麻烦，无啥毋是无啥，真口语，台语真有路，教育部永远无才调安尼教，因为因一律安尼写，我嘛毋知因要如何区分。搁来讲一个观念，
汉字其实和语言分开的，什么意思？譬如讲，《论语》是掀开，这句你安怎读？大部分的人用中文读，你想孔子迄当时有可能安尼读无？现代中文是金朝才开始的呢，孔子迄当时当然无可能读中文。所以讲，汉字写出来安怎读，其实无重要。但是每一字有字的意思，袂使乌白斗。历代历朝讲什么语言，毋知嘛无要紧，反正就是写出来的文章，各方言的人大部分拢看有。这就是这集要讲的文音、白音，适当的用字，写出来的文章爱互全世界的人拢看有。毋管看的人用什么方言，安尼用汉字学台语，是毋是才有意义？定考的题目，共一个老师的节目，阁有一句对扫到字，这句是啥？莫讲误会毋误会，根本就看无啦。莫浪费时间，伊是要表达为少到济。教育部教的对，毋知这字如何乌白乱代替为这个音，写出来文章乱七八糟，我有甲误会无？这字从白音为第5集马祖带头迄集有解说过，读对也考，你对倒来，你为倒来。教育部教人这字读为，你相信吗？对毋对的对写倒一字呢？这字讲读对，对毋对讲爱写这字啦？有人信无？有哦，你看，教你讲台语的老师，台语课本之乱，是咧讲立委夸志温一顺官员乱一顺啦，毋用读壳啦，对无？对毋对？因就写这字对，毋是安尼写的人，爱开时间去学啦。这位老师安尼教死人啦。其实啊，用教育部推荐的用字，本来就是一场灾难，阁要讲啥呢？台语之乱，你就是单一格是无？你阁看，敢讲写做敢讲，安尼毋对。敢讲安尼毋对，6字写毋对4字字语。这字触，接触的触，读音笑玉切读触，就只有这个文音，有白音达这个音无？教育部是讲有啦，但是这字才是达。为字形来看，毋是教育部用准的这字，是第1集讲的这字。复习一下，重点是下面这话哦，代表是底，代表是加，代表是拄，拄伫下骹这字拄，若拄伫厝顶，拄伫顶悬，另外这字拄哦，为何？重点伫上面这点啦，用牛角去拄，毋就是这字达吗？这字触并无达这个白音。另外，教育部阁会教你一达句啊，伊写字讲爱安尼写啦。有机会你去互牛达一下，看是毋是接触一下就放你煞。顺续讲，中文这字主和囡仔囝有关系无？无啦，算是借用啦，表示小或者是时间性的短暂。当然，伫遮是指时间性。其实啦。孩儿或者是讲孩儿，3000年前的白音就读啊，意思就是小，意思就是短暂。2000年后的中文照用安尼讲法，对这字主，即卖人无人有意见。3000年前的这字啊，用法上是主的先祖哦，袂管是哦。另日啊，来看啊的甲骨文。搁来看甲骨先生如何详细解剖。伊写字毋是一触句，嘛毋是一达句，是一担句。这字担意思伫也，
拖呀，猪偌久，一仔久啊，则是时间性的短暂。拖偌久，一仔久，这个仔毋是虚词，是时间性的短暂。人生只有两起的时间，是毋是短暂的？迄当时上接发出的声音，是毋是就是仔？安尼的讲法，是毋是够担？你才知。教育部讲今天的今有一个鼻音担啦，随在伊讲啦，咱写即字担。搁来看即个真的，我真爱你。第一个真是形容词，毋是假，是真的。第二个真是副词，这第二个真着讨论的空间。有一个汉语博士人偌敖呢，伊写真的，我真爱你。伊的恨爱是尽量啦。若有人要写情书，绝对100%莫安尼写，因为一定无好结果。若写做真的，我真爱你，全世界是毋是无人误会？即个恨鼻音就是真。我真爱你，我真爱你。即个真毋是口音差，是即个心的鼻音。真的程度比真较悬，无啥好判断就是。鼻音如何来？甲骨释文拢有完整的说明，伫遮无详细讲。教育部的鼻音呢，够担。这鼻音是如何来？乱用鼻音就是乱写字，使人误会。正确的使用鼻音，知影这就是自周朝兄弟分家的结果。当然，这要有甲骨先生的功力，用正确的文鼻音来写文章，变简单啊，阁袂互人误会，有无？同一字有分文音、鼻音，这是第一类。天、天、美、水、对、着等义。定定乱讲是定定，这是乱用文鼻音。第二类共音无共意思，写无共义，譬如这两字，这个真阁算是第一类。第三类只有教育部才有的，用歪音、用谐音，甚至差八音嘛讲是共音啦，意思完全乱用。例字太侪啦，教育部大部分拢用即类的字呢。手软的软，用中文连美的发音，讲是袂晓的袂啦，差有济无？足相交就是骹关着，伊讲是骹啦，去互诈骗集团拐去，无分别能力，互人诱去，就是拐啊。伊讲即个是怪啦，讲袂煞啦。来看即个教育部定用字，即个的意思，九入夜，读音直字切读字，读音亲像无问题。但是即个算是第二类啦，音调意思完全走精。你看坐伫椅仔，安尼写到底是坐也是徛真久呢？安尼是要写互谁人看啦？即个在鼻音低，或者是地坐伫椅仔，安尼写，全世界无人会误会。海星第一名大概即个啦，即个是人合做伙咧合作读甲，甲合有共款的合九分合，是毋是真清楚？是啊，教育部两个讲人甲人爱安尼写，有奇怪无？你看有奇怪无？台语老师知影安尼注音，亲像知啦，奇怪的代志，伊也是读讲人甲人做伙。参与的与鼻音甲人甲人安尼写，无任何人会误会。试看觅，所有你看到的即个，除了参与这个词以外，
其他诶拢读做假。佛经即句定甲贵大福德日消，安尼读免解说，阮阿爸一定听有。若读文音，你试看啥物感觉？过年诶时，恁妈妈有炊甜粿无？你爱食糋甜粿无？即字怪字是教育部发明诶糋，意思是炸。即字炸诶鼻音则是糋，糋油炸粿。即字炸阁有一个鼻音食，有口音讲是车，糋油车粿。糋物件会母甲油腻腻，教育部诶油腻腻安尼写，甲骨先生教诶油腻腻，你选倒一字？前一阵仔，立委郭志温质询教育部官员，用到即篇文章。有老师讲，恁著毋读册，当然毋捌字啊。伊安尼讲有道理无？我是认为啦，133字，错24字而已。任何袂晓讲台语诶5、6年学生囡仔写袂出来字，差不多就是教育部乱写诶字。回家功课，帮跨立委改正即篇文章，欢迎留言你诶看法。真正写袂出来，咱来请教甲骨先生，感谢。适当诶文音、鼻音用字，台语文变简单，有无？教育部奇奇怪怪诶用字，原来已经有大家真熟悉诶用字存在咯。熟悉，而且是3000年前就存在诶。当然，这要有甲骨先生诶功力，帮咱找出好用、有道理诶用字。你有期待无？